瑞士霍爾根和湖畔漫步。霍爾根地圖。霍爾根是瑞士蘇黎世州霍爾根區的一個市鎮，位於瑞士蘇黎世州。它是蘇黎世湖南岸較大的城鎮之一。霍爾根也是瑞士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文化的典型遺址。霍爾根舊城區是瑞士湖畔村莊的歷史中心，以其古樸的舊世界魅力而聞名。這裏擁有一條主街，一個無車步行區，以及特色鮮明的建築，是一個適合散步和探索的宜人區域。距離較大及較國際化的城市蘇黎世也很近。霍爾根舊城區的特色、歷史魅力。舊城區擁有寧靜、友善的氛圍，擁有歷史悠久的市中心和古老的建築。主街，一條中央主街，貫穿老城區。步行方便，舊城區的一部分是無車步行區，非常適合步行。靠近湖泊，舊城區位於蘇黎世湖南岸，從湖畔可輕鬆抵達。靠近蘇黎世，地理位置優越，靠近蘇黎世市，搭乘火車即可輕鬆抵達，並提供各種便利設施和景點。本地行業，該地區有當地生意、餐廳和咖啡館。舊城區內或附近的景點和活動，漫步探索，漫步街頭，欣賞歷史遺跡。參觀羅曼蒂克酒店以及斯曼餐廳。斯曼餐廳。斯曼餐廳位於古老的我崙石街區，靠近教堂和車站，以其歷史特色而聞名。參觀霍爾根卡普夫納克煤礦，這是當地一個歷史景點，遊客可以在這裏參觀礦井。暢遊蘇黎世湖舊城區，緊鄰蘇黎世湖，適合進行各種戶外活動。自1230年以來，霍爾根一直是南北軸線上的交通樞紐。悠久歷史，
塑造了這座小鎮的歷史，並促進了其經濟發展。霍爾根湖畔漫步。瑞士蘇黎世湖附近的霍爾根，這裏湖水清澈，山巒起伏，還有風景優美的健行小徑，彷彿置身於夢境之中。霍爾根湖畔漫步。霍爾根湖畔漫步是指蘇黎世湖周圍的路徑是一條風景如畫且便捷體驗該地區的方式。你可以沿着各種小徑漫步，一邊欣賞美麗的湖泊，另一邊欣賞四周的綠野、公園和長廊。沿着環繞湖泊的小徑，你可以進行輕鬆短途漫步，也可以進行長途多階段徒步，還可以進行划船、游泳等活動，更可以欣賞阿爾卑斯山的美景。霍爾根湖畔漫步。霍爾根湖濱步道的主要特色：風景，欣賞湖景，湖面被丘陵和山脈環繞，尤其是在南側。周邊地區有公園、海灘和海濱長廊。霍爾根湖畔漫步。可達性，這些步道提供豐富多元的步行體驗，從悠閒的漫步到更艱苦的徒步，甚至可以繞行一圈。霍爾根湖畔漫步。各項活動，除了散步，湖邊還舉辦各種活動，
例如乘船遊覽、游泳，還可以欣賞亞爾卑斯山的美景。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Goodbye. 感謝你的收睇，再見。Video created by Stephen Liu. 影片由 Stephen Liu 製作。